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吞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门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全身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世纪超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年，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光风飞，心比之绝比之情到淡淡，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拢找无落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Hello， 大家平安大探钱，快点问吧，有看到我们吗？Hello， 是谁的声音？怎么这么性感？各位午安，平安大蛋期，哎呦大探期，可以。谢谢，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也是算是文化部爸爸补助的这个节目，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哇，真的是猪猪第一次邀请到奥义，而且我跟奥义好像也是第一次 DC 通话，对不对？对，第一次，对，我刚刚就听到奥义的声音就，我不行了，先等我，先等我，真是心脏扑通扑通跳，什么意思？就是羞愧，你今晚卖给做一个嘿，小迪哥的款，我叫的迪哥，咬我啊！我叫的迪哥，猪哥有会社第3集，我们第3集的来宾叫做阿姨，是的，各位，没错。那本节目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文化部爸爸的赞助以及提供，以及我们吴昕老师的肝脏的血泪所撰写的这个企划书，真的是感谢吴昕老师哦，谢谢。我头拄仔看到迄个头爸爸讲，你敢会注意到什么物件有无乖？我根本乖啊，歹势啦，即摆随乖，来等我一下啊！我今仔日伤过紧张啊，对。在等迪卡的时阵，我们来说一下性感。他刚刚好像很想说性感的台语是什么？对不对？被你发现了。性感就是肉干哦，就肉干呢？对，不是我看我听好像肉干，不是是肉干就是 M。你的嘴巴闭起来，肉干，对，所以但起码今仔日的奥义就肉干呢，就是非常的性感的意思，哦，就是 sexy 的意思，嘿，肉干，奥义这种早今仔日叫做肉干，肉干就是有体态美哦，有体态美 ，shape of the woman 那种，就如果你有看穿着哇 ，international 非常的 international 对，那奥义应该也是第一次算是来到我们类似这种台语企划的节目吗？没错，第一次。有没有觉得很紧张？我就跟定位吧。
无呢，哦，阿姨，你嘛是会晓讲台语吼？一点啊，一点啊会晓讲台语，你伫咧平常时无认真，哦，无认真，无咧，我感觉嘛是有淡薄认真有啊哦。系啊，我听起来台语完全无问题啊。系啊，诶，有问题就问我对你是题，有信心。绝对。无我更搁好问一个，阿姨，你平常时有甲朋友还是甲你的爸爸妈妈讲过台语无？无呢，我拢甲阿嬷跟阿公甲阿公讲，台语，阿公甲阿嬷，但是嘿，因是是嘿，我跟你继续讲，可以的，可因以是的，嗯你可以转华语没有关系，就觉得没他们不是他们往他们过世了，哦，所以就没有再讲了。了解了解。哦，好，了解。那就对，那但是今天呢，其实基本上虽然说是一个台语类型的企划，但是也请阿姨放松心情。好，那台语 OK 是的，是的，台语的部分，如果说中间需要补充的话，会由我以及悟心老师来为各位做说明。哦，大概是这样。你会当画韩籍救人安尼，啊，我就会出来，对吧？然后给他你就都在那边，对我就会躺在旁边，要看到那个画面的。就是架手边看到，我平常无讲话的时阵就是倒嘞，嘿，就是对嘞。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先跟观众朋友拍一个招呼，好不好？我们来先跟观众朋友拍一个招呼。哦，首先是仁宏平安大探钱哦，平安大赚钱哦，是啦，很棒，哦，这复数诶，赞！真的好可爱哦。这个就是跟我们那个家孙五 U 好了，旁边有那个屋哦，哇这是我们节目的传统。 ，OK，没有错。哎，姐，哎，刷出来，来美姑嫂平安大探钱，平安大赚钱，是啦，来思思平安大探钱哦。平安大赚钱，啊，个狗嘴耶！他话平安大探这是一钱，种好利，对呀，平安大赚钱，大赚大钱，探钱哇，探哦，好可爱大。赚赞钱，赞标准，OK，好，一百分，八分嘿，刷出来九音平安大探钱哦。平安大赚钱，哦，刷出来是咱8月1号先生平安大探钱哦。平安大赚钱，哦，是啦，刷出来，哎，这个是Y I 啊，吴昕老师这边乱量啊，一下拼不出来。哎，Y 花丁，哎，这个是台语吗？真的，花丁，好，我给你叫伊花丁平安大探钱，我定平安大赚钱，好啦，神语平安大探钱吼。平安大赚钱，哦，然后刷落来停家平安大探钱，平安大赚嘿，钱，我都比个平安大探钱哦。平安大赚钱，刷落来左左平安大探钱，平安大赚钱，哎，阿姨越念越好嘞，哇哎，语言天赋哎，很厉害哦。哇，对，刷落来财鼠平安大探钱哦。平安大赚钱，刷落来是雨衣小小狐平安大探钱。平安大赚钱，哇，哎，阿姨有没有人说你语言天赋真的还不错？没有，好了，说那是有人骂你吗？你有观众骂你吗？有观众台北，不要对，他们都说我台北都邓起，说你什他么？们都说我讲台语很像超宁呆啊，阿姆哥就够接啊，所以我们现在在敬雄呀，对呀，所以我们在线线上有看到各式各样的患者出现在我们的线上吗？有，哦，还蛮多的，还蛮多的嘛，谢谢今天患者们也不嫌弃过来跟我们一起聊台语哦。那今天啊，邀请到奥姨，我们是聊一些大人的禁忌台语，一定是超乎你们想象的。没想到这些台语有专有名词哦。那奥姨应该有看到我们的访纲呢，有没有很惊讶？就是说哇，原来这一类的也有台语的这些专有名词，对我蛮 shock，我一直以为这些都只有中文而已，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有台语。黑吗？我甚至不知道性感叫做把干，听起来很像木干的感觉。聊，我讲错了吗？没有，不是，你没有讲错啊，没有，哎，算吧，把没有，你干，刚刚骂干，对，把干，其实基本上就是，哎，您说，应该是说实测性啊，没有我们阿公阿嬷，无阿公阿嬷就无问啊，以前无阿公阿嬷在讲台语的时阵，无应该怎么讲，对不对？就是他们以前怎么讲，所以当然有，只是我们可能搞不好不知道。啊，给那里，我可能会在异口同声，すごい，不够厉害，对，不够厉害。但是阿公会跟阿嬷说你就把干没吗？骂干，骂干，有
就是马，它是短音，就是马干。对，马干它是不一样。马干应该常常也讲，可是你是看无，要大看你看无，要马干，可能应该是也是蛮常讲的。对，应该比马干还要常出现。了解。所以就像阿姨刚刚示范的，我们刚刚说的是肉感嘛，肉感啊，这个可能就是关于音调，如果一点点讲错，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意思了。这个台语真的很困难，真的。阿公原本是想要阿公原本是想要学咯，然后称赞阿妈，直接讲肉感，直接那个什么锅铲丢出去。没有错，什么意思？没有错，没有错，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啊，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奥姨过来。那其实我们在正式要跟大家算是探讨一下这些大人系的京剧台语之前呢，我们其实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小访纲，想要访问一下奥姨。对，是的，是的。嘛是和其他迷刷熟悉这个吸血鬼护士，对，VTuber 好朋友。嘿呀，好，那我们这个访纲非常的突然哦，会很跳痛的题目哦，准备好啊不会？准备好啊，好，咱准备好，好，来，我们这个奥姨真的是 V 圈的性感小护士，人人皆知。那么呢，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唐突啦。那奥姨，你有看过最缺乏尝试性的观众的留言是什么吗？可以大概描述一下吗？最缺乏尝试性的留言，为什么女生胸部可以这么大？这是瞎回。他是在聊天室上面直接打出来吗？对啊，我想举手一下，一起想要问，他是问这个问题啊，还是感叹词啊？没有，他是真的好奇问，就是为什么女生的胸部可以这么大？那是很早期的了啦，很早期的留言了。那你对，那东西你是安怎跟他讲的？你是怎么跟他说的？我记得我好像是跟他说，那你为什么鸡鸡可以这么小？所以你就直接在台上跟他说，那他有气到直接离席吗？我觉得他好像不见了，再也没有看到他脸。他的 ID 我也都忘记是什么了。应该是叫 Shuki 的照啊，安内吼，一点照，是哦，真的是快很准。伊可能真正在思考啊，思考了后，伊就袂记起伊有问过这个问题，他搞不好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耶，就是你还在思考的，我是算我这个 size 算细卡是。真的算小吗？然后就偷偷躲在厕所哭这样。不过去那边聊。对啊，不过我觉得奥爷 EQ 也算是很高哦。基本上这一类的留言，好像就是这样过去了，其实你应该也不会往心里去了吼。不会，这已经很家常便饭。不如说有这个东西，你会让聊天室看起来更好笑，然后让他们观众也可以笑一下。他就是给我们流量的。也是，真的是高 EQ 处理耶，嘿啊，真的。不怪咱奥姨这样就搞诶，嘿啊，真的。我头头有看到，阮边的迄个开讲室，留言板就叫开讲室聊天室，有人问讲，请用台语搁讲一摆，恁是想要听什么台语？搁多一个部分是骂你们的呢，还是刚刚那个问题要再复述一次呢？我觉得啦，一定是奥姨那句话啦，就是想要用台语，就是呛观众说你鸡鸡怎么这么小。用台语再讲一次的意思吧，我觉得啦，应该是这个意思啦吼。机器台语要怎么讲？你有听过 LP 不？就是最近有定有一个名是阿扁出来讲，你做总统唔通无 LP 是啥物意思 ？LP 就是懒趴懒趴诶，那个就是台语。对，所以个真正直接讲懒趴，安尼就对啊，是真的是这样讲哦。对啊，就是有分两个部分，就是应该是讲男生的器官它分为两个部分嘛，就是球跟球棒，它们有各自不同的意思。什么意思？不要笑，严肃，我们严肃。就是球跟球的部分就是懒趴，然后住的地方就是懒觉。对，懒觉是台语吗？懒觉是台语啊，对，它就是一个。
物体的具象化，空想。我们头到就在考虑来讲，就是因为直接讲性物件，就是你说性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以前的人比较会避讳，然后我们就会用物化的方式。对。原来是安呢，不要笑，不要笑，对不起，我一直在笑。好啦，我们返回。我听到，嘿，你讲，我头都听到有人讲什么，想要爱阮多讲几摆，我们讲这些不，当然什么不行啊，我们当然要什么刚胸口不吸干净，你们要听之后，我们用台语再讲一次，然后要让我们要接受我们的刚胸口不吸干。啊，这摆会来刚胸口吸干吗？嘿啊，对，我们这样应该还没，我们这摆应该要会讲，就是这个 sponsor 好不好？对，文化部爸爸，就是文化部岛内文化部语言文化书，就是文化部语言文化司赞助本频道来执行我们这次的访谈节目，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嘿，有老公的哦，吼，这回忆更加，就咱这个，就咱唔那是有一系列的节目啦，就有迄个会员的优惠。就我们现在呢，迪卡的频道啊，我用华语讲，可能更加清楚。我们现在迪卡的频道呢，有一个特别的会员，对啊，这是我们文化部爸爸赞助的，只要你现在加入每个月150块以上，150块以上150、350、3200，就是3200、3400都有啊。我们就会有每个月连续6个月，每个月都有一个特别的台语的周边。对啊，这个月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本频道最重要的新品，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神明叫做祝生牛牛。对，来哦，好吧，祝生牛牛，对，祝生娘娘，祝生娘娘没有错。其实今天也是妈祖节，就是农历3月有很多神明生日啊，因为我们送出去的时候会有祝生娘娘生啊，祝生女人对于我们的频道啊，对迪卡嘛最重要的。对，所以我们这个月的迄个跟胚不是妹洗这是跟胚就是明信片，明信片大小的明信片，就是在祝寿那个祝生娘娘生日那是讲你有兴趣，会使即马加入，或者是讲你一个月已经有75块，你有75块，但是你想要拿这个周边啊，你现在加入，我们也一样会把3月跟4月的周边寄给你。对。好，刚胸好不吸干，结束，的小各位，好啊，加会员，是的，咱今嘛加入的卡，系啊，加入的卡，咱今嘛为个公等来，咱奥爷 ASMR 真正是就厉害有无？好，我们奥爷的 ASMR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嘿，真正有哦。那我在想啦，如果奥爷有机会做台语 ASMR 的话，你会觉得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内容呢？我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很想要用很练邓的台语骂他们。好福利哦！你知道那个8点档，我记得有一个苗栗，哪一个啊？苗栗哦，就是对，苗可丽，有点差哦。是苗栗是不是在哈利波特来的那个露珠卡？那个是魔法，苗可丽是另外一种魔法。我很喜欢听苗可丽用台语骂人。对，如果可以的话，用那么练邓的台语骂人 ，ASMR 感觉很酷。我的天哪！我还记得伊上迄个就是什么去死嘛，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要死就初一15，要逮就套红了没死。说真的，好厉害哦！对啊，你再念完，我想听。好，来，我有点忘记了。对，我查一下，我有点忘记了。吴昕老师，你请查。但是这个好像是。好，那你们先聊。可是说真的，像阿伟聊到的苗可丽姐，其实基本上就连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讲的这么练邓我今妈马的就是要像她这么泼辣，那个很像必须还是要严谨的练习。真的，她念的好顺，而且听得好爽哦，而且全台湾人都想要被她骂。对，真的是这样子。不过我想。奥义的 ASMR 其实应该也做过还蛮多的内容的啦。那你之前真的有思考过说可以做这一类的台语骂人就对了？
没有想过，因为对就不太讲话，不太就是那个台语不太会练，不太练真。好，对，我在，对，就没有想过，但是有想要学那一句话，可是光那一段话我怎么学就学不来了。哦，那我在想啊，刚好就是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阿欧姨来到我们这个午后的这个算是台语访谈节目。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阿欧姨想一个什么样的台词，然后骂人的也好，那我们可能请魏青老师翻译一下，让你现场替我们福利一下呢？你觉得呢？骂人的不一定要骂人，就是你觉得现在可以小小的试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我想要是苗可丽骂的那一句话，就刚刚那个。伊就要死就715啊！对，逮就套好路吼。对，各几拜。那就是这句话要怎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点像我们以前在国校的时候，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有时候会讲什么你生来浪费资源，死了浪费土地，活着呼吸还浪费新鲜空气这种的。啊，也意思就是应该是一开始，我记得他好像我刚刚有查到他的在《龙卷风》里面的台词，他不是应该是在嘎嘎来的。他就是在刚刚来的，然后他前面还有其他的，就是恁总嘛十八台碰到对面萝卜丝开骨大细机，要死个死者，我要带条条路吼，要出个说个水无路，要靠骨骨水无帮，你死就死，半无人靠，死到死之路靠骨头好告无了了。老师冷静，等一下，不行了，我不行了，等一下，连我都不要多，等你心顶姐，等你。好，那我念慢一点。我觉得前面一小段，亲爱的。前面我觉得那个比较有性别歧视的，我就不拿。然后他应该是从那个开始的，也有讲恁祖公18代，就是我干你祖吧，我干你18代祖宗这样子，然后碰。为什么要教这个？我刚听到你好纯真的语调，然后开始讲那句很凶猛的话，我突然良心受到谴责，你知道吗？真的是高速咏唱，我很凶。我干你虾米？我干你祖宗哦。周公18代啊！我干你周公18代。你好认真哦！我哥这个有需要这么认真学？我们当然要认真学啊，每个语调都很重要哎。对，头一个就我教你做过18代啊，碰到第一名就是你以前在台湾有就这萝卜丝就是他死在路边，然后没有人替他收尸嘛。真的不用猜，那个画面你就知道，就是有那个。那叫什么啊？就是应该在 YouTube， 我现在怕被红标什么，就是有一些草莓蛋糕倒在路边嘛，没有人收尸的时候，他们就会我为什么要形容这个太那个？就是碰到第一秒，就是你的肚子膨起来，对，卡骨大细肌啊，对，卡骨大细肌它就是有卡骨大细肌，就是它只是就是前面押韵而已。看过多少？这个其实5一会，我应该要叫他来的，他超会骂这一句的。对，他每次在他们家路上骑车，因为他是台中的 VTuber 嘛，然后他就骑车，他都会讲这个。没关系，对，因为有人抖内，为什么？你抖内，我可以再念第2次这样。那请问这位是患者吗？阿追谢谢阿追，多谢阿追，看样子效果8群。你骂他会很快乐，就是如果他抖内你骂他，对就行。那所以基本上患者们基本上就都 N 的吗？还是说不一定？就变态，变态。我们谢谢阿伟，伊就是死无人靠的罗汉卡，然后可以叫吗？下面死无人靠，对，死无人靠。死没人哭。对，我们在教什么？那你就是之后要去报告什么东西？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个？而且这个 KPI 就麻烦吴昕老师报告一下。我们现在在教台语，不是在讲一些奇怪的东西。对，我看到怀特比个公告之后，就是垃圾话嘛是文化的一部分。对，但是我刚刚应该是不是因为台语
那稍微点不贼，不是因为这样，而是台湾人蛮会骂人的，是就是那个会声会影。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会声会影？因为台语是咱家己语言，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可以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哇，我好喜欢这样子被骂。我们也是，这边多下哦，没想到效果好拔去呢。哇，我们真的很感谢，对，奥义其实刚刚在我们 setting 的时候也说，其实台语可能不是那么练动的状况下，可是我真的很感谢他愿意尝试这么辛辣的台语，因为这些台语就连我自己其实也不太敢讲，因为其实这个真的要讲的很有愧靠，阿姨马上速成呢，我天哪，太厉害了！对啊，我给奥义掌声一下。对啊，小蛋家大家感谢，对啊，一刷落来，头拄仔讲到骹骨大细肌嘛，对不对？啊，刷落来的物件是一连串的，伊是有这个剧情的，就是你若是要死就死初一十五，是因为啥？因为你初一十五的时阵要拜天公拜神仙啦，无人甲你拜。对，就是你要死，你要选你初一15死啊，就不会有人在乎你。对，要死你就选初一15来死，所以就变成要死就初一15。要死你就选初一15。对，所以整句话要怎么念呢？就是要死就初一15，要死就初一15。对，赞，你也看靠出来，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很厉害耶！要死就初一15，你死了后要抬，就是要把你埋起来，要抬就套红落雨，就是套红落雨。你要拿出去埋的时候，把说刮大风下大雨，要死就初一15，要抬就套红落雨。你讲要死就初一15，要抬就套风要抬就套风落雨。思思有答对不？思思有。现在点不点名？对，思思走了走钱。舅舅嘛是要死就初一15，要抬就套风哪？被抬就套风落雨，套风落雨就是天气就会很糟糕啦。对，哇！那奥义，你是不是觉得你把整年度的台语都留在我们这个企划里面都讲完了？我也这么觉得。不，你对你的期待要更高一点，搞不好你到时候开出了一条你不知道你自己的什么道路，觉得刚刚那个抖内效果拔群，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知道吗？好啦，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多禁忌台语，大家应该很期待奥义会跟我们一起研究什么样的禁忌台语呢？好，那我想说我们应该差不多，要不要来稍微进入一下禁忌台语的部分？好，我刚刚以为他要学完，没关系，我们之后再等下来，再等一下。如果之后现在时间不够，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说，我们现在可以下次再说。可以，还是你要学完？要学完吗？我学这两句，我觉得就可以了，就 OK 了哈。哦，好的。要死就初一15，要抬就套风落雨。哇，好开心哦！我说你听起来充满着，你听起来就尬意，对，而且这两句话其实光是 ASMR 就已经非常非常可以钻研一些语调啊，或者是一些气氛了，超赞！赞耶，赞的，超赞！难得。好啦，来，大人才知影的禁忌台语，来禁忌两个字，台语变怎讲啊？吴昕老师。禁忌啊，禁忌台语。好，那么接下来大家应该很期待，我们今天在这么禁忌、这么色色的一个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禁忌台语有所谓的专有名词呢？来，我们接下来要来公开第一个单字了吗？两位。好，可是我们刚刚有我们原本今天想要做一个有氛围的东西，结果听起来好像蛮搞笑的。大家那也要喝酒，后来就是我觉得效果拔群。OK， 效果就是 left 那种笑。我觉得效果超拔群。来，因为这些我负责的单元嘛，就是先向大家讲，咱小蛋嘛是一个 podcast 的物件，对。有足侪人，因为我今嘛，好不好？我单纯相信，好不好？我善良的相信，今嘛伫咱的开讲室内的我们聊天室里面，103位的观众包括换假，包括米刷，大家应该都满18岁。满18岁我们就会有一个特权，但我觉得太宽。
特权是啥物物件？是我们会有一些我们18岁才知道的东西。对，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因为对啊，应该是看到这个好不好，我们才来的。而且物件我们去外口我们也不会讲，我跟你讲，你真正今仔日看到。好不好？大家可以准备好那个心情，对，我们今晚会当看头一个书，对吧？来，有人，什么？你看开刚醒，有人有人猜到有人跟我心有灵犀我们看，是，我们看下一页，萨斯嘎，毕竟本频道的观众都是熟男们。我们谢谢大燃烧神教，感谢大家，是，让我们就是有那么多的默契。没错，那个我们下来问阿姨，你刚知影点过我也是这，我们5月的时候要做什么最心痛的事情？身为一个成年的大人，是，对，伊扎蝶。我们以前在那个，连刚我夸你以前有看过一个，我不知道这好像也不是时代的眼泪。你有看过那个屈原跟那个渔夫那个瞌睡？哦，有，瞌睡，流放他。我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一炸碟国中的时候，一直在那边喊瞌睡，然后听起来好像很爽，然后真的被课的时候，哇靠，超级痛苦。5月的时候，5月的时候，好不好？你以前赚的越多。好不好？那你现在你这个5月你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你要怎样？台语的瞌睡就叫做扣税，扣税，对，扣税。哦，对你，他其实阿威的台语是有口音的，就是你会发偏南部的口音是扣税，然后我们会说扣税。对，你的口音很特别，你有发现？就你自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别的点，就听得出来这样子。我们法定课税呢，就是扣税要提醒大家哈，我们这个月刚好提起一个，今年的扣税其实会当直接用手机号码，你们知道今年可以用手机号码，对，这么方便哦。对，你就手机摕来，你手机拿来，然后输，我记得好像输手机号码加健保卡号，你就可以直接缴钱。对，我参取依诈，就除非你有特别要，比如说你在外面租房子，然后你要登记说，为什么讲那么细致的东西？哇，像国税局专员哦，反正就是有一些可以抵税的东西才可以用电脑用这样。对。那目前呢，我们先看到的第一个单字课税嘛，那奥姨对于可能台湾政治或者是这个罗马拼音，会不会也是觉得蛮陌生的？不会，还好。对罗马拼音，哇。所以基本上看得懂，你会看得懂，然后知道要怎么去拼音它吗？你要我把它拼出来的话，我不会拼，但是因为以前有学过，对，念得出来，所以可以念得出来。你是学过台罗拼音吗？因为我记得我忘记是在什么时候学的，但是那个有一本是台语课，然后我的那个老师呢，他是全台第一个想要把这个东西弄出来的老师，但是我忘记那个是什么课了，应该是台语吧？哇，你的老师可能就是我的老师，哇，所以你还没出来，对，可以念得出来。也是，哇，那修蛋也是，掐你没有练得很好，没有练得很好，可能还是念错。没有啦，我跟你讲，所以你当初那的时阵我就痛苦的，哇，我就痛苦。但是他教的没有到很难，就还听得懂。对，然后还有一个网站，我觉得很酷，可是我现在不知道那个网站是什么了。所以什么意思？你气下背雕，你气下背雕，迪卡，你觉得很痛苦吗？不，我们在学语言一定会通过痛苦期，那个是正常的，这痛苦是正常的，知不？啊，不过在气下背雕，奥义应该有听过啦，吼，7声8调已经学过了就对了。有。原来奥义是隐性的，哇，居然是我们台语的基因藏在奥义里面。你是在强批下，一开始在那边说啊，我台语没啥练等，结果哇，真假呀，我台语哎呀就是高手。对，我们请来了一位高手，嗅到了奥义有台语的基因。有啦，对啦，课税，够厉害。哎呀，对，这就是头一个扣税，大家会记得扣税第个期限到6月1号，6月初1，6月1号。
好哦，还要记得去课哦。对，对那个该缴的钱要缴出来哦。对，扣税最重要诶，好不好？哎、对哦你不要现在想到什么来我们后台申请退费，不可以。对。啊，你个头一个好不好？对哦你出社会满18岁，这应该是20岁完全行为能力人之后，你才会需要才会需要知道的东西。Q 水，扣税哈。水，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单字喽。好，那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单字了吗？来，第二个。另外一个嘛是最近就红的话题，哦，有无？这下面这好代志呢，涨停板是好代志呢，嘿是好代志去紧绷，你知道其实对紧绷的意思，我应该知影，你嘛应该知影，就是通过起啊，已经蹦啊伫咧踏坡啊，嘿嘿嘿，天花板叫做那个我有点忘记了，临时忘记，已经到天花板啊，就是紧绷，紧绷啊我都够济啊，对，这叫做涨停板，哦，你就是伫咧，就最近不是大家定就是咧，好不好？咱不是讲升股票啦，应该讲较好听，要理财，好不好？理财，在股市股市内底涨停板，就叫做起紧绷，嘿，起紧绷。对，但是起紧绷就是你有趁钱的时阵，好不好？就是大家，我想要问，但是我跟米索跟缓价，你们应该都不会是散户吧？大家应该都是石油户吧？对，那你们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伤害呢，都是伤害在好不好？我们股市里面的散户上面，这样子吗？就是起紧绷，对。不过奥义光刚有在升股票。无呢，我嘛是无呢，我嘛看无，看无都红红红红绿绿的有无？红红绿绿，对，红红绿绿就是起，对，红就是起啊，青色的青顺顺就是跌，但是我会记得就是起伤多嘛不好，就是好像涨到一定的程度不能太涨，然后一定要提保，多谢有人讲，嘿，啊，另外一个就是绝对不好的，叫做跌停板嘛，对不？下一页我们讲说跌停板，来跌停板叫做落天盘，就跌停板。对，你伫咧涨停板的时阵，想讲买够较济，好不？你起码别人恐惧我贪婪。一买之后完全掉下来，就要去困公园的时阵，就是落天盘，对，那应该也算是比较新的台语，落天盘。而且奥义，你知道吗？我现在看这些台文政治跟台罗啊，其实这个就是我现在正在学的东西耶。我就是对，就是猪今嘛咧学台语嘛，我其实应该会晓讲啊，不过我读甲写搁袂晓。也就是说，我现在努力的在学习读跟写的部分，所以其实我现在在认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会看它的那个音调的符号有没有对。所以奥义之前那是有过七声八调，你这些音调应该也知道说它是往上或是往下了吗？知道，可是有点忘记了。哦，真的哦，以前记得啦，现在已经忘了。好难呢，我到现在不常用还是会忘记。写的超级难，真的。就跟脚踏车一样，脚踏车，我最近也是没有骑脚踏车，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忘记脚踏车怎么骑，大概就是那个感觉。不过脚踏车不会是肌肉记忆吗？所以脚踏车真的会忘记吗？我觉得不会，跟游泳一样。就是你当下会觉得我忘记，可是其实你的身体并没有忘记。对，骑上去就我知道怎么骑。对，就马上就像会了这样子。没错。你知影就是迪卡就是安尼啊，迪卡伊顶礼拜个家己的准我小概下出来，然后他每次说我不会。对我真的不会。有啊，刚刚恁两个弄来安尼，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们都蛮厉害的啊，尤其不是完全不会晓啊。就是都真的蛮厉害的。其实我觉得对于某些事物有一些坚持的，就是说我们总觉得自己没有到某一个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是那个会的那个。嗯我觉得奥义应该也算，因为奥义其实做事情，对，因为奥义做事情其实也算是那种一定要有一定的程度，我才敢说我会那种感觉。没错，对，所以我们就会就该讲无精啦。你刚刚讲我会晓讲，但是无精，无概念。无精啊，吼，没错，对。但是我刚去研究物件，就日本嘛是，你们两个应该都会日文吧？对啊，日文跟台湾其实用同款啊，就是语言上面就是没有天花板啊，因为你都会当讲到文学，就是文学的事情，就是人家嘛也要讲华语，可是不见得所有人的文笔都很好，所以其实我嘛无啥会晓讲我自己。台语就搞呀，是啥？好，我们下一页，谢谢大家，下一页。好，这位老师公益台语不要惊劳哈，下一页。什么意思？这位老师，这位老师你在公益讲台语不要想啊！我听了不欢喜啦，我不欢喜听你讲台语不行劳。我们等下出去打一架。好，可以。奥义拍成一档我是嘞。你讲什么？你今麦基进步的时阵买，路顶步的时阵买不出来。的时阵，咱会讲啥物？那是股市套牢嘛？对，你一张股票卖不出去，就叫做套牢咧。套牢最适合我，套牢咧最适合这些你们这些大人呢？你以为你们想要看到什么啊？你以为你们我会让你们好过吗？好笑！对，你就是有套牢咧，就是。套牢，你的钱被套在里面，对。啊，若是讲你套掉了后呢，就是这是你家做大人的第一步。哦，你如果要自救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下面一个，你套掉嘞，有很多人最近常会说一个词嘛，有一个新俗叫做割韭菜。对，但是以前我最近嘛。较常听其他的大人讲的，是共攀呐，共攀呐，大家也蛮会常用的。为什么有人瞪我啊？好好笑。共攀呐，攀呐，攀呐就是常常有人在网络，不是有人说我不要当盘子吗？对，攀呐其实是谐音过去的，但是攀呐其实是比较像是冤大头。对呀，就是冤大头的台语，你就是潘娜。对，我也是常跟奥一样听到这，我们是潘娜，伊的是潘娜，我们一直以为是那个意思，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弄。对，潘娜其实它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它就会说那种就是在金钱上不会懂得，对，不会懂得，它也不是硬翻盘子哦，它就是潘娜这个词，它就是在台语里面就是指这一种人。他就是冤大头，对啊！你跟他讲，你就会伊的钱就会拿出来，所以你就要去跟他讲，有点像割韭菜，像我们潘娜可以直接翻成是韭菜，因为潘娜跟盘娜就是那个盘子的那个盘，听起来很像，所以到最后大家现代用语才会直接打盘字，就是在以前大家还没有在用台语正字的时候，大家会直接打嘛。然后到最后华语，有些人不太会，就不知道你是在讲台语的那个字，然后就直接说我不是盘子啊。原来如此。那奥也问你你刚才呀韭菜的台语变哪讲？本身好，我以为因为韭菜，因为韭菜的台语我们发成菇菜嘛，我一直以为这个词性供菇菜就不是居然就不是打韭菜，对。好神奇其实台语里面有就他就是在形容那种人，譬如讲阿鼠就是笨蛋，就是阿鼠，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好听的弱智啊，就是你阿鼠，就是不太会变通的，就是他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形象，对，然后还有大家常听到有今嘛点。较定人有人用，就是比较有常人会用的，叫做阿字头嘛，你们都会说阿字，对，阿字就是8+9。什么是阿字吗？有。阿字可能不知道，我们都叫做那个要怎么讲？很像常常人家说像是8+9的那种感觉吧，阿吉。
对，哦可是他有个很典型的形象就是剪那种什么两边剃掉，然后前面齐刘海的头，然后他们长超瘦，然后一直穿那个盗版 GUCCI 的那一种男生，那个就是阿基，对，就是阿基，阿纪，对阿志，他真的就是打阿志，对。有人讲有真正有人伫咧开讲室内底讲，以前是讲共盘啊，对啊，就是真的以前大家都说共盘，共盘啊，对啊，真的共盘啊，对呀，对，就较具体的句话嘞，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有比如说，你算他90，对，你送伊可以一斤硬菜你卖伊90，伊就买，但是隔壁可能卖一斤30。安尼，你就会当讲迄个卖一斤90就是共盘啊，对啊！我只是觉得大观众 focus 在盗版 GUCCI 很好笑。为什么突然笑这个？对不起啊，我的笑点很奇怪。就是我就必须要给大家，对吧？我要给大家一个形象，对，大概就是以前你们会在校园里面看到那个格。对哦，是，好 OK， 对，好，原来如此，割韭菜啦，共盘呐，安内吼，共盘呐，对，共盘呐，你是对的，好，你是对的，谢谢老师，共盘呐，我们又学到了一个词喽。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哦，这个非常的大人，非常的成人。有，若是讲你共盘呐，共失败了后，你就要行孝嘛，对不对？就是你要去借高利贷啊，大家应该没有听过高利贷的台语怎么说？对，真的不会。我刚高利贷的物件，甲今仔日要讲的，恁原本对期待的生囝的代志较相关。我们也是有讲到，好不好？这也算是一个大人台语，有了吧？你们满意了吧？很满意。对，就是高利贷较常有人讲是王爷债，就是去跟阎罗王借，你去跟鬼借钱，对，你无命线，对，你无命线，还有讲无，就是无惊，还有无惊债，就是你借了，基本上也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养家活口了，就是无惊债，无惊债，对，无惊债，王爷债，真的耶，对啊，成人台语超级成人，孩子都出来，对，而且。就这个年龄的跨度已经可以直接让大家去投胎转世啊！你知道我基本心中啵啵跳，这就跟定位翁亚贼嘞，高利贷什么的，完完全全不想要去碰的东西，不要，不想碰。对啊，有嘛？有人会讲阎王贼，就是你直接去跟阎王，就是直接去跟鬼借钱。对啊，这个已经行无路啊！嘿，真的啊。对啊，还有另外一个，我感觉这你应该会当用会到。你头拄仔讲想要有美人 ASM 嘛，就定大家拢会讲家己是哥布林，就是哥布林应该是一个新的词。哥布林也有，好酷哦！对，大家应该就是伫历史课本内底有听过这个词，叫做罗汉卡。罗汉卡，对，罗汉卡就是我们以前会打什么罗汉脚，对，然后就是单身的男子。罗汉卡啊，你们现在都叫你自己哥布林啊呢？但是我想问一下阿姨或者是魏生老师，我其实还是不太了解为什么是叫哥布林，为什么呢？因为哥布林很丑，他们都躲在山洞里面。哥布林很丑，而且哥布林女生哥布林又不受任何雌性动物喜爱，对，然后他们又很喜欢骂人，然后躲在阴暗的地方。对，我刚刚赶走要赶快。最原始的哥布林，如果要繁殖的话，是要抓人类女性，咿咿啊啊的。天啊！所以这一开始的设定啊，可是之后就有一个就比较好的哥布林，就有女哥布林，有男哥布林了。原来如此，而且刚刚奥姨讲说，因为哥布林就败那句话真的好爽哦，就因为哥布林很丑。罗汉卡，可是现在哥布林有些是很可爱的哥布林哦，原来也有很帅的哥布林，没有，是，我们还是要宣导一个观念，是好的哥布林跟可爱的哥布林不会出现在世人的眼前。罗汉卡高做罗汉卡，伊袂出现伫咧阮的面头前，所以今摆
会变做哥布林。原因就是因为你们不是好哥布林。原来是安尼哦，我就想讲常常看到观众讲家己是哥布林，我是讲是安怎哥布林？哥布林不是细粒仔鸡，阿妈就够追的，为什么说自己是哥布林？蛮可爱的啊。我今天听阿伟解释，原来谢谢，原来是，原来哦。对，啊，若是讲你要想要讲台语，你就会当讲罗汉卡爱，罗汉卡爱真正是伫就是在台湾以前也是一种社会问题嘛，就是你们如果常常有看历史课本就会知道，就是因为清理时期的时候渡台禁令啊，这就是结束啦。就是在明朝之后，因为有郑成功他的老辈郑芝龙嘛，就是有很大的海盗，那个时候就是海贼王的那个时代，对，然后因为明朝跟清朝都想要严防海盗再次出现，所以他们就颁布了渡台禁令。对啊，但是还是有小规模开放，因为那个咱的周深依早大的所在，就是住的地方土壤盐分很高，是真的活不了，所以他们就要移民。那移民的话，就要在渡台禁令之下，他们有一个规范是你去外口就去外口，但是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带你的老婆小孩，就是你若是伫咧以前若是伫咧原本的故乡，你伫遐你有无囝，你是袂当早去的。所以他们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啊，家己一个人来了后，他们就是孤身一人嘛，就很多男的在路上就看不爽就打架，有些打一打打死了，头拄仔就有一个碰到个第一名骹骨大细肌龙凤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当时出现的状况。对，黑马是几种哥布林啊，就是他们也是一种哥布林，确实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对，但是，就是之后随着来台湾的人愈来愈多，所以他们之间就会有契约关系，这也比较特别。你可以帮我看下一页，没问题。来，我们现在来哦，一个是啥货咧？现在有人，现在有人留迄个，我提气低卡，有人留葡萄干给你，然后回山洞。这唔免提起我，免，这唔免提起我，免哦，他们以后，而且没，你真正是哥布林啊？不，水母，你给我回来，自己带走。我不爱讲葡萄干，不好意思，阿姨，对，有点小插曲，因为我很讨厌葡萄干，他们很故意，为什么？不好意思啊。我唔知啊，要不然我这样问阿姨好了，你觉得你刚刚葡萄干是什么气味？什么气味？葡萄的气味，葡萄的气味，酸酸甜甜啊！你刚吃？我敢吃。你是安怎敢吃葡萄干？你就好吃，加在优格里面加就好吃。你不爱吗？其实我就加葡萄干啊，不过我敢吃葡萄，唔敢吃葡萄干，我唔知是安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你刚怎样？我插个嘴，你刚怎样？其实他吃蜜饯呢，伊吃梨仔咸，但是伊有吃葡萄干。为什么蜜饯？有啊，他超喜欢吃蜜饯，但是他不敢吃葡萄干。然后我觉得葡萄干跟蜜饯基本上是同款的物件，就是你敢吃就是。无同款，葡萄干较好食。有啊，不是我我现在就问阿伟，你嘛知影迄是无同款的物件，对不对？你就知道那是不一样啊。嘿呀，你是无同款的物件，不是不过葡萄干有较好食，伊无好食呢。蜜饯吃起来的那种臭臭的，你看怎样？感觉臭臭的气泡。你即摆知影是安怎以早台湾人来台湾的时阵的冤家相拍，我们现在都快打起来。而且你家咱伫要相拍的当中，咱啪熊赞助了，多谢。好啦，不好意思，中间有个插曲，对，因为就是刚好。你讲怎样？现在大家想要相拍，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就是现在以早有罗汉卡，我们现在已经快要罗汉脚化了。可是我很感谢阿伟中间有穿插一些很可爱的问题，就是随时可以穿插一些问题，我们真的随时可以用台语去补充。对，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可爱的互动。虽然说我不喜欢葡萄干，不要。
对，一周对ございます。拍谁，给你们插话了，我们继续。不要紧啊，就是阮即马讲到清零前期嘛，就是有足侪，就愈来愈侪就哥布林来台湾，就发现。就是来台湾哥布林就介强气有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关叫做 K 兄弟。K 兄弟，有人刚刚说 K 兄弟就是义兄弟的意思对一半对一半。有 K 兄弟呢，其实比较像是的那个嘛，他们其实比较像是有肉体关系，但是就是好大声啊！对不起，不好意思。你这个如果做，你哪是做那个天河 SM 嘛？你前爱听狗，你怎样吗？对不起，我们差不多。我们 ASMR 的顶端在我旁边，我会被告。对不起，我们的顶端现在在我旁边。对不起，你嘴哪小卡修嘞？拍谁啦？拍谁？奥姨，我跟你讲一个，因为我真正就爱看 BL 的，我真正不要多。我 BL 真正就胖诶，嘿呀，我不要多啦，嘿呀，对不起，我蛮爱 BL，不要紧。你可以，你懂我对不对？嘿呀，那刷来阮讲的大概应该也就怎样，就是那些没有办法成为我们阿公的人，好不好？有可能我们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他们也有这类似的契约关系所以这么早就有了，很早以前差不多是在。清领前期是17多年嘛，17世纪的时候，是对，迄当时阵因为有人讲无登山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就是你还是可以找这边的南岛语族联姻，然后可以拿到土地嘛。但是你安尼讲，其实总体的迄个查某嘛是无讲介多，那男生也会有肉体需求，就他们会互相有需求啊，所以就会有一个会签契约，签契约是什么？比较有钱的，一定有做 K 兄，不是偷 K 兄那个 K 兄，偷 K 兄的那个 K 兄是不一样的字。K 兄跟 K 弟，他的意思我们是有契约关系的炮友。炮友还要有契约关系对，好神奇哦！因为对啊，所以就是真的会有什么性行为前契约。现在之前不是有人说什么之前不是有人讲下面我现在怎样，气氛到了之后还要拿个契约出来。以前我们很多年前几百年前，他们真的就是拿个契约出来签就是那些讲一个应该是说如果做白来 K 兄，基本上就是会付一些钱，就是有经济上的支持，就是会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有别人讲给你钱，给你食米，给你土地，你跟我发生关系。K 兄弟还有一条，对我讲，其实 K 兄弟的感情是就有点微妙，对，因为他们还有一个说法是，他们里面有一个规定是我们以后我们可能契约，如果到真正就是双方。其中一边 gay 出来了，就是我这娶老婆了。我们在演你要不要续约？哇！有大部分人写 gay 手就是他们其实有点像是恋爱关系是摆这边，就以在婚姻其实是大家都会想讲是婚姻是相爱的人，就是两个人相爱，所以才结婚嘛，就会走到结婚。了解，但是以在婚姻跟今嘛想的其实不是赶快，就是我们的很久很久以前，大家觉得婚姻就是互相帮助的关系嘛，就是查甫人做田出去做工课查某的就是查某人，伊就是生育，伊就是生育，生育这样子，就等到是在这种 K 兄弟的关系来，对，就这个关系里面，他们就会有一些比较奇妙，因为以在人他们的生存风险比较高嘛，就很有可能，外口是打通灰啊，你有做生意啊，这个时候 K 弟还是 K 兄，他们就会帮他的就是有契约关系的兄弟。K 兄还是 K 弟去照顾伊的某囝，就是他们还会去照顾，对。但所以听起来就是因较相爱，你知道？欧萱老师，我小问一个，你哪拢知影这个奇怪的姿势？等一下，因为我也爱 BL，
你看怎样，跟我姐的关系就都有一个也算是拜官野史。对，而大家知道有 K 兄弟的就是上有名就是朱一贵、鸭母王，嘛是高雄人啊。高雄对，朱一贵事件啊，朱一贵事件不是台对，朱一贵伊其实有，就他有一个叫做陈莹的 K 弟，我袂记你倒一个是 K 弟，倒一个是 K 兄。若是讲你有兴趣，就对这方面有兴趣，有一个小说叫做《罗汉门》，就会写有写迄个朱一贵甲伊个 K 兄 K 弟啊，因呢迄个团队内底，因为以前就是他们要械斗，他们会成群结队嘛，那成群结队里面也还会有另外好几队。哇，对，哇，就是他残球是。就可是这个其实也不稀奇啊！你可能听过以前就是伫咧西方，就是西方文化内底有斯巴达教育，你有听过斯巴达吗？对，你知道斯巴达其实不谈恋爱吗？他们不是不谈恋爱，对，他们其实是会让，因为你爱就战丢，你们那个时候以后城邦文化他们要上战场，然后为了要让为着要让这寡查甫囡仔。就是上战场的时候会更努力，他们会鼓励军队里面互相谈恋爱。哦天哪！你安尼就会为着边爱人，就这才是真正的斯巴达。斯巴达教育不是说你不能谈恋爱，然后什么没有。对。阿姨，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来这个台语企划怎么会学到这个？我没有，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斯巴达教育是这样子吗？对，斯巴达会找一个漂亮的女生，然后让他们喜欢之类的，没有。那当然，这其实有很多时候会同时发生。可是，在以前其实以前就一再的时阵，女性就是女性其实是很珍贵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礼教的那个环境，女生其实很珍贵。你伫咧《诗经》内底，还是讲你去台湾早期你看到就这昂姨嘛，就是昂姨，就是女巫师。所有军队里面的巫师都是女生，而且有时候都是南岛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原住民的原民系的女生，太酷了。然后他们去带兵，有，因为他们相信女生可以有天线跟那个因为依照我妈咒嘛，你看我妈祖信仰，所以女生她其实是相对来说在生物学里面，因为她可以孕育生命，她们是比较珍贵的物种。了解，对，太神奇了！光是几个 K 兄弟，人家公演人家贼，我的天哪！好多知识增加了，兄弟们，我们的患者们、面线们。我刚刚给写档就是会不会一些我们认识的名人，其实他们都有 K 兄 K 的，我觉得蛮好看的。对，以前是因为安尼。原来是好，谢谢吴昕老师的讲解，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脑袋在转圈圈，你知道吗？那我们就当听故事啊！我觉得这个超酷的耶！天哪！我在看的时候，我嘛刚刚就触笔，嘿呀，这就触笔耶，嘿呀，一直到日本时期的时阵，就是那个素美互加盟还没出现的时候，台湾一直都有 K 兄弟，还有台湾的头一对女生就是百合结婚嘛，是在日本时期的时阵人就结婚啦。那东西就定出很呢，就是伫咧台湾，包括讲会当看下几页，就是我们看下一页。如果你们真的，他刚刚有人说卖屁股嘛，我真的有卖屁股的，依照较无好的讲法，就是它也是物化嘛，就讲古井啊，查某的大家应该听过，就是我不太喜欢讲的麻就是你们知道，你们以前就很多人会打破麻嘛，然后有人会觉得是破掉的麻布，但是麻其实是野猫啊，野猫麻野猫，对。对，然后他去转换的啊，我不是很喜欢讲性工作者是这样，就讲性工作者就好啊，就是对，他其实是有点带贬义的，包括骨架，包括楼啊，包括对，他就是没有把对方当人嘛，就是你是一个泄欲的工具，对，而且他讲美，嘿，你说，为什么归家是有歧视？孤家，为什么这个是歧视？他其实是。就我其实
我也不就详细我不太了解。但我之前听到另外一个解释是说，它其实是有就是它是性器的形状，但是我不了解，我不确定这个我不确定。了解了，微精，对，而且听到“家”这个词，其实蛮就是对，会让人家觉得它是有点精明的，就是在妖怪。哦，而且像今天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专有名词跟单字，就是我有事先大概先看了一下，然后有给奥义看了一下。我是觉得说，没想到有这些的专有名词之外，那奥义对于台语的印象啦，说真的，你从小对于台语的印象究竟是什么呢？会觉得它很粗俗吗？还是觉得它很美丽呢？不会，我不会觉得它粗俗，因为从小可能阿公阿嬷他们都是在讲台语，只是为了小孩，为了孙女啊，为了孙子，所以他们会配合我们讲中文，对，讲国语，对。然后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啊，爸妈那个年代有说他在学校如果讲台语的话，会被说很粗俗，然后很丢脸。对，没错。对，然后他们就只能在家里讲台语，所以不能在学校讲台语。我有听过，然后也有在学校也有，就是大家都不是很喜欢学台语，因为觉得台语听起来怪怪的，但我是还好。我啥口气，就是不需要，很多人也应该觉得不需要考试就不用学。感觉我刚刚对我会觉得蛮可惜的啦，就是那是讲因为无想要，对，那是讲因为无考，伊就无想要学。其实有时候很多考的东西反而没有很有趣诶。就譬如讲头多少迄个选择题，咱的历史课本内底也不会写说下面哪个历史人物可以选题，然后这个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蛮有趣的，但是我们就不会学这个。了解。我头多会和奥义问是因为安呢，我刚会给奥义问一下，就是是否会觉得小时候觉得她粗俗，还是觉得她漂亮？是因为我细汉的时阵真正是感觉台语就粗诶，所以我就不爱讲诶。真的我小时候其实真的有受到这些很粗俗的台语影响，觉得说我是按照要讲遐尔粗的台语，因为啊，阮兜真正拢。阮爸爸迄边的讲话真正就粗诶，就很多脏话，对不对？对，所以阮爸爸迄当阵呢，甲我讲啊。你是台湾人，你一定爱讲晓讲台语，晓讲台语。对。然后我那时候听了，其实我听不下去。我想讲，我是安怎赶快讲遐尔粗的台语，所以细汉时阵不爱讲啊。今嘛再过来学习，因为我是现在要回到可能踏进这条路，然后想要可能多多学习台语，才真的发现说台语真正就水诶，其实台语就水诶。不过迄当阵细汉的时阵，阮爸爸讲的台语东西拢就粗诶，我唔知影。对，我刚刚是安尼啦，我刚刚这个代志是一个语言伊本地就足重视的，是看用的人要安怎用。对，没错。你们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华语，在北京有一个叫京骂，就是北京话的京，然后骂是骂人的骂。因为当去吹姐，哇，黑马新北，就拍天啊！为什么他那边有？为什么那边有？那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就长出来了这个东西。对我们刚好不会，北晓嘛。因为啥？因为北京依在就是依在我们还是秋海棠时期的时候，天高皇帝远啊，我们没去遐去二界物件。对，所以我们不会知道会有这个东西。但就刚刚讲华语都没这个物件。华语无啊，所以讲华语较高级，但是实际上不是安尼，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学到，有阮的地理环境无法度有这个条件用阮，而且还有一个较幼老的历史的属性，就是有个历史事实是比较细致的。当初台湾人在学华语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北京人啊。以前在学华语的时阵，你看迄个蒋公，哇，你们先说蒋公、蒋中正，对。那他是上海人，但是其他的华语讲不好。林金马的华语，有可能比伊讲
讲啊较标准。哦，但是第一批就到今麦的台语嘛，不是所有的像亲像就今麦一定有秘书甲还价，刚刚讲我的台语无比你较认真，因为我嘛是学倒转来啊。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做点等哎，为什么我会讲这个你就生气啊？你今天你现在那水星就是什么什么火星进牡羊，是不是？你现在今天进双子，进双子，哦，进双子哦，你有这么了解？好了，说错了。就非得就是一定有人比我讲较厉害嘛，你一定有人比我讲较有气口较认真，而是安怎就是有一个老师嘛是同款像安尼，就因为伊是华语一开始伫咧迄个时期的时阵，也是有很多讲不好的人去教啊，就是都是同款的，哦，现对，现在来讲到对，现在。台语真水，对啊，大家看到现在一片换价跟迄个米酸，拢有讲到家己的分享，然后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件事情。对，没错。就是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回头转念一想，你就会发现，好像我们会这样理解也正常，对，而且我们平常时其实不会去特别去想这个物件，今日拄好有机会有机会我们可以就分享一下，对，我们平常也不会讲 K 兄弟啊，就是也不会讲说什么卖批眼这种话，没错，批眼派对，对，不过啊，其实没想到台语有这么多的专有名词，我真的觉得今天是超级长知识因为这些东西我说真的啦，因为色其实大家都喜欢，只是有时候会难以启齿啊，这边乱够。真的吗？真的吗？我没有啊，我不喜欢啊，你不喜欢色色吗？我是一个很纯洁的，对我没有喜欢厂商快看我。真的吗？没有，你确定吗？你毕业楼看超多的，你在那边给我。没有，我们寓教于乐，没有啊，我没有喜欢。好，你就当是当做是服务我跟阿姨这样好不好？那大概刚想的怎样？你们应该也会想说，我们以前要怎么样去称？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身份了，也知道工作者要怎么讲嘛。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形容词可以讲？譬如公姐，我们现在也不会直接说我现在要去执行一个性行为，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会只说我得讲什么？你们要不要来我家看猫咪后空翻，或是去看 Netflix？依照刚有就讲法，当然嘛，以前就是依照。金价不会公，就是以前更不会说我现在要去执行性行为，现在这样讲大家应该都还可以接受。现在大家还可以接受，以前不行你可以接受吗？我今天要去执行一个性行为，听起来好像是要去接什么任务的感觉。对，动期动报道这就是半个小时过后，洗澡执行半个小时，动期3动，准时执行性行为。这个你会有感觉吗？太解了，完全没有感觉。没有，我的意思是，起码你也要在讲，你不会用。可能会就是在形象上受到一些气象，但是你不会用劲敌人嘛，你们不会去对进猪老师说，李姐，你这个淫荡之人，你这个放肆，对，你们不会被讲，不会，别啦，对，你们不会讲，对，而且所以依照那个代名词，就是那个代名词就会更重要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先来看一下，大家都说太正式了，我觉得你们应该会蛮喜欢，今天可以去对另外一半这样讲，这是我给大家哥布林的最后一个教学，你们要怎么虏获女孩的芳心呢？我们来进行一个性行为。对，你按照爬不行啊，真的啊，不要随便对。我突然要机会教育一下，不是正式就可以随便对人家这样乱问哦，千万不可以哦，可以吗？是的，他们会去做，你小心哦。有，我不希望在警局或社会新闻上看到大家，好不好？请大家好不好？好好做一个成年人。我们今天可以去教大家要怎么缴税，但是我们不要教大家，但卖教大家去问一个奇怪的物件。但是特别是若是讲你今嘛，就是有对象，那安尼就是伫咧古早你阿公阿嬷卖讲，我们不要移到自己身上。你阿公阿嬷咧有恁爸爸妈妈的时阵，因要安怎讲？对。
这件事情其实挺重要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哥布林之间的，好不好？哥布林之间，我们的就是毕业咯。那贡卡是还没有说，对不对？有贡卡啊，贡卡。那你知道卡啊是什么吗？你知道卡啊是什么？卡啊是啥货呀？不是卡，你可以猜一下，简单有一个。好哦，卡。简单有一个卡啊是啥？奥义，你看一下，单看这个台湾政治，你会想到什么吗？卡篮子吗？类似，其实是类似篮子，碗小锅子跟碗。哦，因为会啪啪啪啪啪，是不是？对，真的你有那个对不对？你有那个画面啊？你去看下一个，你看下一个就是女性的，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的，伊叫做顶看顶哦，就是看顶锅盖哦。所以你就会知道，一个就是我们说异性恋之间的性行为，就是一个锅配一个盖，而不是有那个破锅配烂盖哦。对，等一下，有人会这样骂。等一下，为什么？等一下，阿姨还有吴昕老师，我现在完全不晓得为什么？等一下，我现在黑人问号，为什么？阿姨，你可以想象吗？为什么？锅子的话，就是锅子不是会乒乒乓乓吗？会发出那个声音。打锅子的时候，你把锅盖，你把砍，就是砍伫锅盖，然后砍伫顶管，卡啊顶管，不是会有声音吗？会啊，可是为什么女生的是顶抗顶？为什么？它是盖子，反正就是它只是一个。你有听过 TOO？ 有啊，两个就是阿公要煮羹，阿嬷要煮酱，两个相拍弄破掉。其实那个弄破掉不是他们打架的意思。他们是不是这首歌这么糟糕我不知道，这个就跟他们是古典时期的 Maroon 5，叫我讲会不会被 Maroon 5告啊？不会，就是 Maroon 5那种歌，对，这首歌这么糟糕，我还一直唱。你有一直唱，还好吧？孙燕姿才一直唱，不然要被孙燕姿告了。不会啦，那等一下，我再整理一下。这个是男生的快乐的贡卡，然后抗顶，对不对？抗顶，奇怪，为什么女生的就是？对啊，我对于那个锅具的联想，目前还是有点黑人问号。对，总之好，我努力想象。伊可能我的猜测啦，是对，我唔知，但我的猜测应该是跟 pose 有关系，就是应该是对。我觉得啦，已经知道是什么了吗？pose 是什么？我刚刚就是姿势。丢，我们我还在黑人问号对不起，我真是女生的话我想不出来所以男生可以了解了，是跟我推啊，就是等到就是有迄个，我们知道现在做爱形容他们形容的非常的具体好。其实完全没有这个的基因我真的很抱歉，我是一个不上进的学生。哇。有人嘛？有人又讲顶是凹的，也是有可能，就是他凹的。原来如此，好哦，好，不好意思，奥义跟魏欣老师带着我这个完全没有，完全是没有天分的学生，真是很抱歉。对，嘛有人讲就是无行到无豆腐，可是其实我唔知啦，就是以前我若是讲我家己想要好别人听，就是有人讲。女同性恋者，就是女生的性倾向是女生有人会讲下面磨豆腐，有磨行就是，我刚刚今摆的社会，今摆的时代，其实有更较侪会当用的词，会当互大家听，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让大家听得更开心。对，好哦。也谢谢在座各位，我现在脑袋在转圈圈。对我这个朱蒂卡同学努力跟上，对啊，刚下170块，170块赞助我刚下哈。好嘛，刚下大家嘛会感觉趣味，我们会使就是加减听一下。对呀，所以其他就是会让下集来看。我们刚刚有说到性倾向，还有性的工作者，其实。
这种词很多啊。我原本那一开始有准备就这样，但是我又想想看，我就觉得好像教这个就是对大家的台语嘛，无啥物特别帮助。比如讲豆菜羹啊，其实讲迄个查某囡仔是豆菜，还是讲查甫的是肉啊，这都是在形容他们掉价，就是伫咧台语内底，你会看到，就是这种性行为在做性工作的人，伊其实。对，你看到有客兄客弟，其实大家拢在做，但是你真正讲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出柜，你真的出柜，大家又都很看不起你，对，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讲，咱若是即马，搁较有较侪好好讲话的版本，会不会有？安尼，对，头先我看到讲卡啊，还有一个锤堆讲堆，大家应该就会更有画面。堆讲堆，安尼我知堆。锤子打锤子，对，这个懂，这个就可以想象了。对，这个懂，这个懂就是突嘛，然后嗲看嗲就是嗷嗷这样。哦，懂了，谢谢，懂了，无那不是，我懂了。现在家己，你讲好家，你讲家己拍婆啊，你还给自己拍。对啊，我知影啦，一定爱拍婆啊，好，总算了解啊，安尼。哦，而是即马因为时代咧变，我感觉日本时期了后，就是大家在有即寡文学了出来了后，其实也有很多。好好讲话的版本啦，就其实我们虽然知道，咱知影这个物件是因为要片面去用这个的词嘛，就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不用去用，我们可以给予这些人，包括讲，就是我刚刚不包括，我觉得不包括，就不只包括那个性工作者，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女性的创作者或是女性自媒体的，大家都应该要有一个，起码开始讲大道理，就是我们可以有更好说话的版本。有当时把性的物件贴入来，可以看到，我觉得应该可以看到下一页。好，来，会当看到有一寡，会当就是你把性放入来了后，它其实看起来反而没有那么尖锐。哦，对，譬如讲日本话，恁两个应该拢会讲日本话咯，多谢爱。少し話せます。对，ちょっと。多谢爱，多谢爱就是同性爱，就是在以前日本的时候就有这个说法。日本时期，台湾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就有同性爱，是用公话，它就是直接直翻。感谢恋嘛是今嘛有人在讲的哦，他们比较就是大家承认有这个现象，然后并且觉得可以讨论之后，就有讲同性爱感谢恋，还有同性恋嘛，对，这是性恋，对，同性恋，还有上尾一个。我刚刚上好上水的词，我跟温若乔一致都觉得很漂亮的词，出柜。咱伫咧台语内底叫做出情，出情，好酷哦！有情就是彩虹，好美哦！彩虹，来，我把放上来一点，真的很美耶！对，就是以前咱咧华语讲出柜，很像是我原本被锁起来，然后我在一个阴暗的地方，然后我才可以见天日，但是伫咧做事的时阵，因为现在大家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了嘛，对台语的新俗是为出柜这个词之后才开始设计的，一东西大家都刚刚讲哦，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雨后天晴的意象，就是出情，对，大家 LGBT 的形象伊就是有七彩的。也是，所以就是有七彩的颜色嘛，对，叫做出情，好美哦。我发现很多台语大部分都是用物品来指代，还是通常都是比较不好的东西才会用物品来代替。对，是，真的没错。就它其实也有，你先讲。哦，没有，我就刚好好奇，有人也有问说，就是现在大部分
台语好像都是用物品来做代替，还是说比较不好的东西才用物品来做代台语台语方面就是用物品来做代替，还是都有？我觉得都有我觉得都有，就是一就是这个语言就是比较中性，对，因为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东方人的文化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不会直接去说这个东西，它就会变成。我觉得跟我们的个性有点关系，因为我们不会直接有很多的亚洲父母，对亚洲父母也是有的跟你沟通不会直指问题核心。的确呢，对，其实就是变成整个民族性，每个民族性拢是安尼，民族性你可以当第一个语言内底看到一个民族的个性，就是我要跟你谈这个，这其实大家四处都在做，就是你基本上自己关去处理，你可能就是。终其一生都不打手枪嘛？不可能，你不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性行为，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太自虐了啊！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在外面谈，对，所以就是，但大家又会喜欢讲嘛。就是以前大家拢该八卦嘛，包括天欧嘛是安内来啊，就是可能真的只是旁边邻居在吵架，吵嘞，床头吵床尾和，你听到好不好？一定有。抛接 Instagram 好不好？然后在这里做那个 mix， 好像在讲某一个 IG 的创作者，对，他们就是这样啊。然后唱歌到最后留存下来，所以才会有这个代志，有好，敢有好的有啊，出境就是一个好的词，它就是一个这样出来的词，就它有好的部分，应该有坏的部分，我不知。不过基本上我是觉得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点亮的是，语言是中性的啦，的确就是说并没有我是觉得不应该去优化或者是劣化，它不过就是一个种族在使用的语言这样子。对，那真的，其实我在以往学习日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我有没有修过，我起码得学台语呢，真的。像踏进这条路，常常唱一些台语歌，可是我常常也是自嘲说台语不好，所以我起码得对，所以其实一路学下来，我真的觉得有系统化的东西真的是太重要了。对，对啊，而且有人头拄有大姐讲是因为读册人不够普及。可是你要先说，我们之后汉文化在读的孔子最喜欢的一本书叫做《诗经》。诗经它其实是路边的一些就是平民，没读过册，不捌字的平民，一唱歌，然后有人听到把它记起来，对。就是孔子其实向往的是那个世界，超猛的，所以他所以读书就一定会变得文雅吗？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很多犯罪然后就不被人家追究的人也是读书人啊。对，真的，我他们其实也在输扣节这些代志，真的。那么今天这样一整条下来，奥义，你之前在学习台语的时候，你有想过说台语原来也是有这种系统性的东西吗？那时候就是我遇到了那个老师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台语可以有这么多精雕细琢的东西，比如说像罗马拼音啊，然后要怎么念啊，都觉得很酷，很酷真的。对，虽然说就是途中很容易想放弃，但是不能放弃。真的，我觉得我觉得不管是台语啦，任何语言都有撞墙期。对，不过就是讲，然后坚持下去就对了。而且现在我发现那个8点档，虽然以前都是阿嬷阿公在看，但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会看8点档。对，没错。阿姨本身自己也会看吗？还是只看迷因？不会，我从来不看那个东西。那时候只有在陪阿嬷的时候，稍微看一下，我想说怎么会有人想要看这种东西？但是现在有好多，大概也有。可能高中生也会去看8点档，然后就问说为什么喜欢看，说那很狗血，然后也可以学一些台语啊。那边里面的台语确实也很好笑，我觉得现在台语讲起来就还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解。你会发现说现在有比较多人愿意用台语尝试不一样的一个企划，对不对？对啊，而且用台语骂脏话真的很可爱。
我刚刚用台语骂脏话会很可爱的，其实只有你。是福利，是福利。这个最可能只有你，那是其他人伫路里用台语骂我可能会该怕。真的，就是阿宇，你用台语骂人有一种魔力。他们用华语，他们如果用华语骂我的话，我应该也是会扁他们。对。可是用台语骂就有一种很有气魄的感觉，然后念完之后，对方可能听得懂，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回你的时候，你就会很有成就感。对，可是奥宇，我常常就是想要讲很练邓，然后很有气魄的台语，然后卡住，我就觉得自己好糗。哦，对，我刚刚想到那样，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种觉得台语很亲近的原因，其实就跟以前台语的流变很有关系。哦，对啊，但是这种。我们可以就我们之后，因为今嘛差不多时间嘛差不多，然后会在教大家就是小瓜小改节，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单元的台语，好诶，包括其实我一直也很想要知道五金行，你想知影五金行的迄寡物件，其实台语的词可能比华语更较多。水电就是水电什么的，你们我想起来了，有些是日治时代来的，对不对？就是罗赖吧，对，日本时代来的，矽利康，还有一寡你要怎么把这个东西升上去，然后有一些技术，对，台语较济，就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好玩，对，因为对，在卡理解，我们现在一直用华语去想。就是我要怎么去了解五金产业，好像也蛮难的。要焊接，但是你焊接焊窗户跟焊柱子是一样的吗？对，好像对啊，不太一样。台语可能没播讲，我猜的啦，我猜应该会有。了解，哇，真的是，我是觉得每一集哦，其实内容基本上都非常的多元。你看，我真的万万也没想到，居然我们这个台语的这个内容还可以做到这么大人、这么成人的这个内容。我们先谢谢一下吴昕老师，谢谢，而且还有听到很多故事，真的很酷。奥宇，你不觉得说今天居然是来这边听一些BL 的历史故事，我真的有点，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然后还有那些儿歌，居然不是单纯的儿歌而已，而且那个 TLO 我很常唱原来我早就不单纯了，原来早就不单纯了，原来都是这么糟糕的哇！孙燕姿在听完这一集之后，会开始向台湾的传统文化求偿，但是有可能，你先跟我们提告这样子。他跟我们刚好是纯粹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冒犯他话，可能跟听我没有什么关系。好啦，熊妹啦，做一个结尾啦，给那里多谢阿姨，真的很谢谢阿姨，谢谢你。那给那里阿姨有下面被宣传的不？有什么要宣传的吗？来。我不会用台语，没关系啊，你可以用国语的，可以，对，在，那个5月底呢，5月底我们会有3个重大公告。那第一个重大公告已经公布了，就是然后跟诗芸计划合作啦，哇，耶！然后剩下2个核爆级的重大公告呢，也会在5月底的时候出来，也请大家敬请期待。OK， 期待，耶！然后最近嘛就不用了吼，最近很忙，我就不赢了。哦，身体还好吗？还看几了，还撑得住吗？看几，但是就跳没哦，就跳真的。吃饱困饱，大概迄个，爱吃饱吃到困饱上重要。对，没错。那我们真的再次感谢阿伟，也谢谢就是今天来跟我们一起了解非常非常多这个非常禁忌大人系的这个算是台语哦。好，对，那希望今天大家玩得开心，也真的很感谢各位患者以及面线以及今天有降落的朋友们。那我们的台语企划未来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内容，以及很神奇的故事，等着分享给大家。对，那如果喜欢我们这个台语的这一系列的企划，请一定要帮我们分享出去，让大家知道台语真的很美很美的，好不好？再一次，韩吉老师那个是西的西在，你真的很喜欢嘞。好，我们今天用那个结尾啦，要4就初一15啦，要台就透风落雨，要4就初一15，要台就透风落雨。如果他们没有在听你的话，你就跟他们说丢啦，你讲的拢丢啊，我讲的拢放流啦，就这样跟他们讲。丢啦，你讲拢丢，我讲你讲的拢丢，你讲的拢丢，你讲你说的都对，是。
我讲啊，我讲的拢放溜。我讲的拢放溜。对，顶级这句我很喜欢哟，超酷的顶级情了，就是对啊，你说的都对啊，我说的就是尿尿这样。OK， 啊，我刚才会拉了一了。泡尿，对，尿。今仔日的完整版，然后都要大概一点咧问讲，可不可以再完整说，就是5年做工18台坡道北苗。路棚死卡骨大细机，要死就找伊15，要带着头落雨，要出山就搁找无路，要翘骨帮找无帮，你死就死无半路无人靠，死到死里路口，骨头好到无了了，好不好？老师，你，哇靠！老师，你到底怎么变的？刚上服务时间，即马一个月若是家己100公以上的度内，就会使，好无？就会使摕到咱的，就会使摕到咱一个月。迄个就会使摕到咱一个月迄个特别的周边，台语周边，大家会使好不？没有错，加会员，没错。那么现在呢，猪猪也小的把我们奥义的这个2.5周年的这个计划，对，我们要放上来跟大家宣传一下，因为对我而言，奥义真的是很棒的一位 VTuber， 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高赞呢，对，可以让他就是挪出一些时间来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个非常神奇的台语，对，那这里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奥义，接下来5月份很多的活动哦，好不好？你这个白水再可以跟韩吉老师问说，这个如果要用台语怎么宣传啊？如果看这个文宣的话，要怎么讲？可以。请问各位2.5周年哦，今摆这个迄个奥义有加阮的星宇计划是，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手游诶，伊是手机啊算对不？嘿对。星宇计划叫做星宇计划，新闻计划哟，新闻计划，我们直翻好不？有直翻的手机啊算加对，咱加星宇计划这个手机啊算，好。这个共同合作，即马就下载咱的星宇计划了后，就会使抽到，这是抽到对无？嘿对，抽到，就在抽到咱的奥义，耶！赶紧来下载，对啊，一定要来送哦，一起来玩好不好？一起来送，是，好，谢谢大家。对，然后真的也再次感谢奥义，虽然说奇怪的知识增加了，但今天真的很开心，好玩。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好，应该差不多啊。你讲，我5月底嘛有迪卡的生日，迪卡的活新衫。大概怎样？哇，小可讲的话，谢谢，可以，好啦，稍微贴出来一下。我想说，等一下哦，这届嘛是，对，这届嘛是文化部有特别，好不好？监工。对，没有错，然后跟奥义的放在一起，就会显得奥义非常亮丽，然后我们非常的本土。没有你黑黑的，你现在黑黑的看不到啊！我们像是农民力，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很酷哎，我们凸显了奥义的亮丽，真的太棒了。没有。我觉得这个超酷，排版很有台湾味。对，我也超喜欢，这是农民力啦。那基本上点咧很农民力，哎呀，这个是非常具有农民力特质的。这个我们新一装预测，也感谢吴昕老师替我们制作这个非常台味。谢谢。还那个电话不？葡萄干哎，有吃葡萄干。不要葡萄干，不要。应该是无想要吃，应该无想到位。哎呀，既吃葡萄干。对，那猪猪的新一装预测也会在5月25号的下午下午几点跟大家正式公开。那可以的话，目前我们新一装预测现正预测中，也就是说你到下方资讯栏就会有猪猪老师已经发下去的图画纸考卷，让大家随便创作、任意创作都可以哦，好不好？谢谢大家，对，谢谢你们，好不好？多谢大家，没错。哎，今天爱降落不？我们今天会降落吗？有哦，我现在在找那水水的不，你等我一个。来，我们这对，在这中间，我们先把这个奥义的这个在星云计划的部分，然后再放在正中间一下。谢谢。不会，正式要宣传一下，因为还有好多的活动，希望奥义都可以顺顺利利。好，谢谢。不会的，身体要照顾好哦，大家都。你的身体也要照顾好你。哦，一起加油，一起加油，一起加油，好的，加油。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去找我们的希尔好了。嘿，来了，希尔 C 波。我的艳遇姐妹，第二讨厌芋头的姐妹，虽然说我不讨厌。好啦，谢谢你们，切片尾了，感谢，谢谢，各位拜拜，大家拜拜，要多爱你，拜拜。
感じよ。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シルサー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拜拜，拜拜，拜拜，冰岛啦，安全大好，好势好命呐。哦，对，啊那个啊，迄个加税那个免税服务免税服务吼，免甲你扣税服务，嘛是会当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啦。一个月150块以上嘛会当考虑一下。嘿哦，拜拜，拜拜。耶，结束了。